再来看高雄的代理商场2楼的秀泰影城，对去年11月开始到达，欠将近4000万的厝势。代理是表示讲，刷来因会来接管影城，也毋过秀泰影城是表示讲，是因为这个地点生意无好，顶个月初4已经通知代理无要阁继续经营咯，还有是到这个月底结束。伊嘛指控代理违约，强调讲秀泰集团的财务绝对无问题。变数过来，维购将大项维修的纸条，维修必修线到付应的汇款项拢无好回应。高雄 MLD 代理公司宣布，11号起，高雄代理秀泰影城将会暂时由因来封存。到去年111年的11月，至今都还没有把所谓的场租、管理费、规费，所谓规费是执照的申请费用、消防申请费用，甚至水电费这些东西都缴足。那他就目前是已经有所谓的违约的事实。MLD 代理表示，双方面签的合约是为2021年到2025年，但是去年11月开始，影城开始出现着无付有够的款项，亲像是租金、水电费、管理费等等的费用，嘛持续用无共款的名义拒绝来付这的钱，累计欠的钱有3800多万，协商无结果，才忍痛来接管。高雄附近太多电影院了，所以他生意不好，我觉得没有意外。台旅好像也要接手继续营运。哦，那很好啊，对啊，因为自由市场嘛。秀泰回应这是无正确的指控，强调因为这个所在票房一直无盖好，顶个月4号就通知着代理公司无要搁再经营，嘛预估要伫8月底终止着因的租约。其实我们都还在针对营运的部分进行讨论，合约部分进行讨论，但是它是完全片面的就对外发出一个不实的声明，严重影响我们的商誉。秀泰影城伫高雄目前阁有梦时代、工商2位。秀泰强调，因集团财务健全，全台其他影城拢是正常咧营业，双方面拢有家己的说明，爱拍官司恐惊是真难免。记者王刘天明、赵宽高雄报道。